心中只一支烟，在那被翱翔。这个是纳木错的南部，过来跟朋友一起看看风景。每一次湖水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呢，对面雪山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旅人等在哪里？虔诚仰望着云海，路上回到走喽，上山喽！走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来吧。心中只一支烟，在那被翱翔。心中只一朵花，摊开。怎么样？这上面风景应该是我等着听你尖叫声吧。尖叫，我一定要尖叫。哇，漂亮吧？啊，哇，今天水真蓝。真的。福斯飞过来了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不太受很多的约束，能自由的行动，即使坐在轮椅上面。我希望每一个像我这样坐轮椅的人，他们都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。人生就是磨难在枝头上，被晾晒成了坚强，最后终于明白，眺望未来不如专注现在，不埋怨，不悲伤，选择该选择的，遗忘该遗忘的，让生命若水，静静流淌，一湖清澈。无论经历多少磨难，学会了知足、坚持，便会有花，有蝶，有湖，有阳光。没事，从山上我都滑上去过了，这个不算啥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我觉得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，努力的去把自己过好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然后交的朋友，生活还是很美好的。也许有一天我不做客栈了，但是呢，我可能专注于做无障碍提倡和倡导这一块，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像我一样的人能走出家门，就是说能稍微有正常的生活，能自己工作，能有朋友，能自己养活自己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我们这样子，就是受伤之后的人生，不是特别容易，并且有些地方那些困难是。就不是自己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做到的，是必须有社会的辅助和帮助。一个小小的台阶我就上不去了，没人帮我就永远上不去了。